各位，對於中港雙方近期就香港新機場同城市規劃條例草案等問題出現嘅爭論，新任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主任魯平話：希望中英同中港之間可以恢復過往嘅各級途徑溝通，唔好將分歧公開化。譚慧儀喺廣州報導。新上任嘅魯平朝早第一次見港澳記者，喺被問到中英同埋中港關係近期係唔係因為雙方對新機場同埋城市規劃條例等問題有爭議而緊張嘅時候，佢話並唔覺得關係緊張，不過就希望以後雙方可以低調啲，通過各種嘅渠道嚟到處理呢啲問題。這個要建立一個經常性的渠道，這個渠道要暢通，經常大家通氣，內部交換一下意見，不要把這些個不同的看法公開化，是吧？我看應該是這樣，採取這樣的部分。喺被問到中方是否覺得現時英方唔夠合作時，魯平就只係強調希望英方以後可以採取合作嘅態度。佢話：如果係咁樣，香港喺過渡期同埋97之後就可以保證盡量少變化。魯平並且話希望佢可以早啲再嚟香港睇下。而對於日前布政司霍德話希望中方能夠喺2個月之內對新機場表態，魯平話呢個要等專家小組研究嘅進度嚟到決定。佢話中方之所以要慎重考慮先至表態，係為咗香港人嘅將來負責。對我們中央來說，將來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財政是獨立的，你財政有了盈餘，我一個錢也不要，我中央一個錢也不用。但是你財政出現了赤字，我中央也不會拿錢出來補貼你。所以將來如果是財政上會給特別行政區政府造成個負擔的話，那麼怎麼辦呢？你還得分攤在每一個香港人頭上，你勢必就得加稅嘛。對於近期港府邀請高級公務員申請居英權，魯平話中方係唔會阻止，但係佢就希望公務員能夠100%留低。至於話姬鵬飛嘅辭職係咪意味住港澳辦降格，魯平就話中央對港澳嘅政策係唔會因為人事嘅變動而有所改變。不過佢就話即使國家係冇顧問嘅制度，佢自己亦都會喺港澳問題上多啲徵詢姬鵬飛同埋李后嘅意見。亞洲電視記者譚慧儀喺廣州嘅報導。而剛卸任嘅國務院港澳辦公室副主任李后就話，由於佢熟悉港澳事務，佢將會隨時向魯平提出有關港澳嘅意見。佢又講到退休之後嘅一啲生活打算。譚慧儀再報導。李后話：佢原嚟曾經擔心過退休之後會清閒得滯而產生一種失落感，但係依家退咗休1個幾月嘅生活證明係唔需要擔心。佢話：佢向港澳仲有好多嘅關係，佢好樂意向新主任魯平提供意見。港澳辦我還是有很多聯繫嘛。佢又話：退休之後嘅生活好悠閒，喺屋企仲可以幫助太太做家務，減輕太太嘅負擔。不過，由於做咗多年嘅港澳工作，佢亦都好唔捨得。佢話喺97年香港回歸之後，佢係一定要再嚟香港。不過喺近幾年，佢就唔知道咩時候可以再嚟。而由於佢仍然係澳門基本法嘅起草委員，遲下佢係會再去澳門。而最近嘅打算就係以人大委員嘅身份返去山東嘅老家考察。遲下佢亦都會考慮寫回憶錄。李后呢幾年認識咗唔少嘅香港記者，佢話大家都合作得好好。不過依家退咗休之後就減輕咗一個大嘅負擔，就係唔需要再向記者發表評論。亞洲電視記者譚慧儀喺廣州嘅報導。布政司霍德爵士認為中港之間嘅溝通渠道目前仲算足夠，並非好似港澳辦公室主任魯平所講喺舊年6·4事件之後中斷。李瑞冰報導。霍德爵士朝早離開香港去廣東、廣西進行5日官式訪問。喺機場被記者問及，國務院港澳辦公室魯平話：舊年6·4事件之後，中港間嘅溝通渠道中斷咗嘅問題時，霍德重申港府一向嘅立場，話中港間嘅溝通渠道一直都算足夠，而港府亦都係致力爭取每一個機會加強彼此嘅溝通。另外，立法局研究新機場計劃小組召集人張鑑全就話，魯平對新機場計劃嘅講話表明咗中方嘅態度。佢認為呢一番話對一國兩制作出清晰嘅承擔。基本上我係歡迎佢係對一國兩制清晰咁樣有個承擔，就係將來特區政府所做嘅嘢係唔應該拖累到中央政府，亦都相反嚟講，中央政府有好多嘢喺特區政府係喺佢個權力範圍之下辦嘅呢，
中央就唔會參與。至於將來新機場嘅財政問題，張鑑全話，港府聘請嘅顧問公司研究緊新機場嘅財政狀況，現階段好難評估未來特區政府可唔可以承擔新機場嘅財政。亞洲電視記者李瑞冰報導。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秘書長黃漢斌話，委員長萬里係因為腸胃有問題而推遲咗去英國嘅訪問。呢次係中國官方人士第一次透露萬里嘅具體病況。陳鐵標喺廣州報導。正在廣州嘅人大常委會秘書長黃漢斌話，萬里依家正處於半休息嘅狀態。主要是這個肚子啊有毛病。腸胃不好。哎，對了。現在恢復得怎麼樣呢？恢復得還可以。萬里原定係上個月去英國訪問，但係因為身體嘅問題延遲咗訪問。不過官方一直冇宣布佢係患咗乜嘢病。黃漢斌話，人大正在同英國方面傾萬里訪英嘅行程。不過由於萬里仍然需要休息，佢估計喺明年3月人大開會之前成行嘅機會都唔大。另外喺被問到對香港區人大代表喺過渡期裏面應該扮演乜嘢角色嘅時候，黃漢斌話，常委會正在研究呢個問題。香港區人大代表喺上個月通過新華社香港分社向人大常委會遞交咗封信，要求確定佢哋係咪應該喺過渡期裏邊更加積極咁參與香港事務。黃漢斌話，佢哋已經收到呢一封信。都說了，就正在研究吧。亞洲電視記者陳鐵標喺廣州報導。中國總理李鵬今次喺北京啟程去馬來西亞，開始亞洲嘅4國訪問。佢今次10日訪問期間，仲會去菲律賓、寮國同斯里蘭卡。李鵬係今年第2次去亞洲國家訪問。今朝中共總書記江澤民同政治局常委姚依林都有到機場送行。曾經多次進行絕食行動嘅一位神職人員，再次開始為期9日嘅絕食，要求中國盡早釋放本港居民劉山青，同希望港府撤銷囚禁非法勞工嘅法例，以及協助無證媽媽盡快批准來港同家人團聚。進行絕食嘅金浩望神父話，佢藉住今日係國際人權日，再次進行絕食，希望能夠引起各界人士對人權嘅關注。由於劉山青俾中國當局囚禁咗9年，所以絕食9日。佢由今日開始至到星期4，會喺域多利羈留所門外絕食靜坐。期間相信會有關注團體嚟到支持，而稍後就會分別去布政處同新華社香港分社門口繼續靜坐。喺美國，一批中國留學生到芝加哥中國領事館外面示威，抗議中國政府繼續迫害民運人士。示威係由美國支援大陸民主運動委員會發起，佢哋要求北京政府停止迫害民運人士，釋放6·4之後被捕嘅所有政治犯，釋放報紙編輯黃君濤同經濟學者陳子明。佢哋又要求北京政府尊重人權，邁向民主。示威者高叫民主自由嘅口號。伊拉克開始履行承諾，將2批總共500幾人嘅西方僑民送到歐洲。預料今日仲會有幾批外僑坐伊拉克嘅包機回國。美國向伊拉克航空公司租落嘅一架波音747珍寶機，喺本港時間今朝7點07分降落喺德國嘅法蘭克福。機上面324個人，有250幾個係伊拉克釋放嘅西方國家僑民，其中有175個係美國人，裡面大部分都曾經被挾持喺科威特超過4個月。佢哋會喺法蘭克福過一晚之後返去自己嘅國家。尋晚已經有一架伊拉克航空公司嘅包機將200幾個，包括100幾個意大利人嘅歐洲僑民送到羅馬，係伊拉克宣布放晒所有外僑之後，第一架載住人質離開嘅飛機。今日仲會有幾架伊拉克飛機喺巴格達起飛，其中一架會將大約300個英國人載去倫敦。佢哋係喺尋日由科威特撤退到巴格達嘅，當中係包括英國航空公司嘅一批機員。佢哋嘅班機喺8月2號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前降落科威特，結果被迫滯留咗4個幾月。美國同伊拉克又喺直接對話嘅日期上發生糾紛。國務卿貝克警告話，除非伊拉克總統侯賽因同意下個月3號之前見佢，否則就係冇誠意和平解決波斯灣危機。貝克接受美國廣播公司電視節目訪問話，佢反對伊拉克建議定喺下個月12號，即係聯合國安理會限令伊拉克撤出科威特嘅限期屆滿之前3日，到巴格達同侯賽因總統見面。
playing games that back us right up to that deadline. 佢話時間咁短，伊拉克冇可能履行到決議，將軍隊撤出科威特。不過伊拉克駐聯合國大使就暗示願意妥協。 If it's not suitable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or to the United States, I believe it should be no problem to find a more suitable date. 貝克又話：佢可以喺今個月20號到下個月3號之前去巴格達。佢堅持伊拉克必須要撤出科威特，不過就表明唔會阻撓伊拉克同科威特喺撤軍之後嘅談判。貝克後嚟由華盛頓到咗侯斯頓迎接蘇聯外長謝亞德納扎，佢哋會喺今日同聽日會談，傾波斯灣危機同美蘇高峰會嘅日期。高峰會原本準備喺下個月喺莫斯科舉行。不過蘇聯有報道話，鑑於波斯灣危機未解決，高峰會可能要延期。謝亞德納扎後日會同布殊見面。波蘭電視台宣布總統選舉嘅第2輪投票初步結果，團結工會領袖華里莎以7成幾嘅大